花样的客家花布一摊开，成衣店老板吴祥敏开始动脑筋做新衣。我说你那个线啊，都一定要重叠，像这个画的不够，它就不行。承袭老一辈的蜡染技术，他让客家衣服很时尚。老婆也没闲着，他们一个行销，一个玩创意。客家花布、桐花、牡丹，经过他的手搭上客家衫，就能有不同风貌。在小时候印象里，就是自己的我祖母，她就是特别喜欢这种颜色，应该讲比较素色一点。那这种素色的感觉，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客家的精神，比较简朴一点。别小看这一家工作室，虽然只有15个人，但是一定品质保证。因为从设计、打版、制作到贩卖，通通一手包办。只是创意要结合传统，挫折也真的不少。我们一开始做这个蜡染是非常不好做的，那他也做，蜡去不干净，或者说封蜡封不好，染色被污染。要完成一件衣服，纯手工，很花功夫。从描绘到封蜡，至少要上2天。下一次可以把那个客家花布那种富贵的东西做进来。吴祥敏不是继承家业，白手起家的他，凭着技艺就能让衣服很有古早味儿。用一条绳子绕个圈，再换个角度，看都没看清楚。不过他一双巧手已经变出客家纽扣，而这项绝活儿也是老奶奶的智慧。小时候在做这一个扣子的时候，跟奶奶学的时候，根本没想到会有一天会用到。后来长大做了这个工作，就没想到就派上用场。吴祥敏绞尽脑汁设计客家服装，要人穿得舒舒服服，他是费尽心思。手工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做得很好，对，但很重要就是要有一点耐心。坚持客家传统与淳朴，所以连店面都很讲究。店里就是这样古色古香，要强调它的客家服饰也有古典美，用心又有创意。它让传统的客家衫有了新生命。花布上牡丹的艳丽，用蜡染封存，用布绳点缀。对奶奶的记忆是缝线，缝制传统客家衫，也牢牢缝住我的感动时刻。